8月7日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满80周年，在起也举办着和平纪念仪式。日本首相是破部广岛市长等人一同出席参加。另外，今年的各来自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但台湾代表也包含在内。咱的就是代表伫咧现场呢，要向美国驻日本的大使表示感谢，感谢因美国呢对台海和平的重视。卡乡和平之争，所有人默哀1分钟。8月7日早时8点15分，是80年前原子弹伫这落落时间，广岛和平纪念仪式登场。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甲官员代表献花，学生领唱和平之歌，并且放代表和平的훈照。日本首相石破茂也亲身出席，强调和平的重要性。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ながら、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に向けた国際社会の取り組みを主導することは、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である我が国の使命であります。ロシアによるウクライナ侵攻や混迷を極める中東情勢を背景に、世界中で軍備増強の動きが加速しています。广岛市长表达对国际紧张局势烦恼，为着让更加侪人了解广岛的惨痛经历。今年甲邀请方式对过去的交台解释通知，总共120个国家地区参加，创下相关的纪录，其中也包含台湾。广岛和平纪念仪式登场，台湾首度获邀参加。我国驻日代表李义阳带着夫人一同出席，在现场还跟许多外国使馆人员互动。李义阳甲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坐伫贵公州礼仪，伊调讲把握这机会，甲伊来握手讲话。美国一直对台海和平跟这个安定那他们这个表达强烈的这个关切这样子也有行动来表示那这一部分表示这个最大的这个感谢。根据了解，这摆亲像广岛县市议会从中到3天推动，让台湾人出席。尤其伫台海局势相关的情况下，意义特别无同。台湾第一次来参加广岛和平纪念4点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当年台湾有很多是广岛研爆的这个受害者。第二个，这是台湾跟日本还有国际社会共同来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一个决心的展现。追求和平是台湾、日本甲真侪国家共同目标。伫原爆地，广岛向世界展现守护和平的决心，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公视国际记者日本广岛报道。